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彰化县政府办理照顾服务员训练，失业者或在职劳工都可参加，由政府补助全额或80%训练费用，并辅导投入照顾服务行业。训后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媒合，从事相关产业的失业劳工，还可申请就业奖励哦。劳工处咨询专线753-2493。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在地声音，在地关怀，关怀本土，关怀台湾，关怀你我每一个人的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今仔日星期二节目的现场是由我周清玉伫电台的现场，甲大家做伙来度过这1点钟的时间。今仔日咱非常的光荣吼，咱地方伫中部，会使讲是咱。有诶讲是明日之星，我是讲是今日之星啦。即马都已经是今日啊，免讲明日吼。是咱台中诶市长，咱林佳龙林市长，伫咱节目诶现场吼。事实上，大家拢知影，林市长做工伊是博士呢吼，我是博士呢吼。佮实在是真优秀诶青年，足认真真诚恳。伫中央政府做过，佮伫立法院嘛做过，佮伫地方，伫咱诶顶边，伊会当安尼为着要真正伫地方努力佮支持咱诶苏家全现在诶苏议长吼，伫迄个时阵大家家足懊恼诶，所以佮接续呢，市长吼大概所向无敌啊啦，是，所以当然就已经足顺势来当选吼，因为伊诶认真，甲伊诶做人，伊诶做法受到大家人真该肯定所以伊就任这段时间来，我想大家看到伊即认真他今仔日咱特别来个邀请伊来甲咱诶节目诶现场咱先互伊甲大家请安一下好无？好，请有这吼甲咱关怀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足欢喜吼，因为我妈妈嘛是鹿港人我是台中市中华同乡会英语理事长，所以足侪中华乡亲甲台中遮吼关系拢非常的密切真欢喜甲大家咧空中相会我会记得你嘛以前嘛捌来过，顶边是为着苏家全现在院长迄阵咧选市长的时阵，代表伊来甲电场，即马已经经过遮真久，即马当苏家全已经去咧做立法院院长吼，你即马是已经是台中市的市长吼，所以我感觉即个路吼，事实上若是大家认真做。拼做做吼，原来拢抑阁会大家做伙，佮继续大家向前。大家小天小看心，嘛袂按算讲吼，以后来差一点无选着市长去做即个立法院长，后来换我接棒，来做市长。是，那我想当然你认真做，大家足大的支持。头仔我嘛有听到一寡乡亲吼，头仔我都听到咱的市长甲阮的乡亲咧讲话，讲伊讲我绝对甲你支持的啦，阮拢知影啦。所以感谢青玉这样你听了，毋知你啥物感想？
就足甘心啊，因为表示讲咱拢无用咧做代志，还无去宣传，但是咱的市民嘛拢咧看，所以可能鼓励嘛吼，一种肯定，足欢喜吼，足欢喜，这是足自然的吼，毋是特别安排的吼，足自然的吼。嗨，咱今仔日真欢喜看到市长来甲咱中华，特别伊是咱中华鹿港人的主题哦吼，所以嘛是咱中华的乡亲啦吼，抑个是嘛是咱立法院绿盟的理事长吼，我这立法院这就是当过立法委员的人吼，组织起来一个一个协会吼，大家拢感情真好，互相会使交流安尼。我看这个现任的理事长吼，足认真的，有足侪社会各界的支持，拢大家做伙，大家互相做伙，为着台湾的民主这个历程，安尼伫咧努力，实在是足感受。我咧看起来愈来愈旺啦。是，希望。愈来愈旺哈。我嘛知影讲伫台北阁有一个智库。是，我伫2000年迄阵有甲即个即寡过是学生运动的朋友甲老师啦吼。组织一个基金会，或者台湾智库。这智库这几年来对国家的政策，比如蔡英文总统今日来台中，就是来看这个所谓智慧机械产业推动情况嘛。这就是嘛，咱智库斗帮忙。伊选总统的时阵甲建议，伊就宣布。即马嘛做甲真好，所以今仔日算转来验收了。所以这方面，就是咱目前现最夯的，对无？对。敢是上大的咧发展的这个，上大的这个期待。即马行政院有一个所谓的5+2，好5+2的迄个产业创新的计划。咧中部还有关系，除了即个智慧机械以外吼。就是咱的迄个绿能嘛，绿能阮中中华关就是阮管理足认真咧推的。是，个航太吼，因为中部汉翔嘛是一个重点。其实生医就生物科技这个医疗其实嘛是其中一个中部，比如咱秀传病院，你这方面就真好。台中当然嘛真济，像中国医学大学的迄个。这部分的这个属于生技医疗，嘛是这个5+2的迄个产业，是我想今仔日难得咱的市长来甲中华的这个电台的现场吼，相信咱乡亲你若有关心你嘛，听嘛欢迎会当敲电话入来啦吼，现场。7244-909吼，毋过吼，咱你市长来了吼，可能嘛是先听市长先讲一寡吼，较听要敲电话以后，较听较先，咱先报告者吼，咱市长你做市长了后吼，我知影讲，你有伫遐特别提出来讲即个中部即几县市安尼，逐个做伙区域共治是无？是即个观念毋知影，是毋是借即个机会？阮伫报纸有看到吼，电视嘛有看到吼，所以今仔人现场伫遮吼，是毋是甲阮用较简单的，互阮了解一下？因为中部的这几县市是一个生活圈嘛，吼，生活圈嘛，中彰投苗，所以咱有成立一个这个区域治理的联盟。都好两个民进党，两个国民党。因为我甲中华县长是民进党，南投甲苗栗呢县长是国民党。但是因为选了嘛，总是一寡代志，大家做伙来推动。我举几个例比如讲像风台啦，天下来到底要放假无？你若讲中华有放，台中无放，哇！有人这些读册，也是讲都爱通勤，都无方便。阮就协调，拢一致行动，这就真方便嘛，第二，比如讲，即摆咧推动交通，咱的这个捷运咱的这个咱的绿线都要通来到这个中华嘛。即摆南线嘛是咧规划要通到南投。所以这个规个。交通方便，你这中心怎直直出去小念？这交通最重要。另外，比如讲，咱即摆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这空气污染。你讲咱拢知影嘛，就是台中火力发电厂。伊这影响拢是跨县市的。所以讲嘛有中部7县市嘛有开会，嘛因为我是行政院会，我会使去开嘛。我拢代表会去提案。所以这3年外来
咱中部4管区已经提案差不多200外案啦。哦。啊，执行率吼，就是讲已经有做完成的，哦，要甲差不多7-8成。嗯。啊，其他搁咧推动。哦，所以这个项目，比如讲，哦，这个真侪治安的问题，吼，这大家嘛是跨管区啊，哦，咧协调合作，哦，啊，所以这个我想观光嘛是一个重点。嗯。比如咱要办花博，是。啊，你观光客来，伊无可能讲甲咱咧台中嘛，哦，啊，咱甲这个路线甲整合做伙，甚至我甲魏明谷吼，啊，甲林明珍2位馆长吼，阮还做伙哦，找花博专机吼。去即个日本的迄个名古屋，吼啊，就是去推销讲啊，中台湾甲中日本的观光，吼啊，就啊，甲因迄边有12管区，啊，咱才有中部的几管区，吼，就是说来做一个吼观光的即个路线，吼，像这就是讲团结力量大，啊，让观光客要来台湾，伊无可能去个别管区，对，啊，咱就中部整合行销安尼，效果就真好，所以啊，搁一项，咱明年要办东亚运。东亚咧台中哦，即马专做东亚青年运动会啦吼。啊，阮的比赛项目，我就是讲啊，比如讲有一个叫做5人制的迄个足球，卡球，就是咧中华比赛。啊，迄个蜻蜓，吼，就是迄个顾准啊，就是咧南投，吼，迄个迄个。对，梨花潭。嘿，啊，所以真侪运动的设施哦，嘿，扩大即个范围。啊，大家拢共同参与，啊，就免每一个县市拢爱去共款的即个吼，迄个运动设施。无必要。我这安尼真好。啊，相信即个真正是资源甲克做伙，啊，人力设施讲法做法，啊，大家拢用共同，就是实在是。变成是也无咧分你倒一关的啦，吼，就是台湾的，就是台湾啦。我甲亲友这样讲，阮10公里免费公车吼，开到位南投，开到苗栗，啊嘛有开要开到中华来咧。以后啊，较食要开中华来，爱看。因为学生啊上课嘛，啊伊也是讲伊着爱个转公车就无方便。所以恁是10公里免费，什么意思？我听。咱坐公车前10公里是免钱的啊。哦，坐公车前10公里免钱。去台中市啊。所以恁较有钱呢。嘛毋是对啊，台中市财政是较好。啊，但是因为咱这咱未起好的过渡期间，希望大家鼓励坐公车，减少空气污染，啊嘛免阁窒，有当迄个车伤济嘛。啊，所以这拢是讲，我嘛有甲交通部建议讲，像这种跨管区的。这种公共运输啊，中央应该给一寡补助，因为你有个人到这个台中市交界，啊，伊就落来换车，啊，毋是浪费时间。是。啊，其实这嘛会使算讲，嘿，咱使做伙来做，所以是真好。所以就这来讲，你感觉安尼，这安尼已经嘛，你要1年嘛吼？嘿啊，3年外，3年半，真紧吼。年底了，咁算啦。啊，你感觉你上得意的吼？你上得意，你感觉你家己上满意的是伫倒位？我先讲人民啦吼，人民感受较大的改变，可能是比如讲阮中区即马迄个改造，比如讲迄个绿川、绿川啊。哦，对。因为过去敢若臭水沟啊嘛，拢看唔惯，即马甲整治甲真水。但是你若讲，我家己感觉讲真大的改变吼，治安其实台中市吼，过去拢互人感觉治安无好。是。但我做这市长吼，最近3年啦，每一个月吼，内政部警政署的迄个评比，就是讲每10万人啊，到这犯罪率甲这个吼，这一寡案件偌济，台中市连续30个月是6度啊，上好的。这种物件拢治安好，大家无一定感受到。敢若讲你空气吼，你咧xử理也袂感觉伊存在，是无了你才会死啊。所以治安的改变其实比迄治水，我拄仔讲迄绿川、流川迄吼，其实是足大的改变。我会记得以前就是讲，人讲台中吼，其实是相当的风化场所，足济敢是。但是你看这几年吼，无啥物大案件，而且就发生啥物即个一寡刑事案件，我嘛拢是足紧。都甲破案，所以大家都真安心，
台中市的这个治安，你无讲也无去想着，你安尼讲也有好，比较啦是。以前我足清楚是讲，台中市虽然讲是叫做大都市，但是治安是足有问题。我足有做枪击案件，做跟毒员咯，无咯往奇南咯，哇！是这个不破，这来。起码，真正收起来是无呢。敢若电到中华，敢若有当时嘛有一寡新闻哦。歹势啦吼，也比如讲，阮台中对即个诈骗，吼，也是讲遮一寡案件办得好了，伊当然会为外口去，伊较袂入来。所以有一寡真诶故事，媒体有报，伊迄就是迄个算讲诈骗集团嘛吼，用迄车要去领钱，结果因拢是毋敢咧台中领，因为咧台中领，阮诶监视器系统。甲对遐迄个 ATM 嘛，吼，遐领钱迄种机器吼，阮拢有监控。监控啊，就所以因较毋敢入来内底领。所以就像当年我拢咧抄迄个地下舞场，地下迄个赌场。结果听讲拢走去混入，这有影。吼，伊就甲我骂讲，你面壁个足暗，拢走到阮遮来。有影，这犯罪人拢足巧的。足巧吼。嘿毋知你知影？阮最近中法院这搭伫顶礼拜五，阮搭有即个揭牌吼，就是这个台语文的创意园区吼。总统啦、文化部长、教育部长这个总统府秘书长拢有来吼。这个阮是想讲，这是等有台语文吼，事实上伫台湾讲是照讲是绝大部分的人是讲台语。对。早期是安尼，毋过即马听起来少年囡仔敢若无啥咧讲呢，无啥会晓会看，你会了解毋知影呐？确实。因为生活上无咧用，咧学校啊社会拢是变成无咧用母语嘛，所以这是确实有断层，这是一个危机。你有感觉到？有啊。你伫你的施政中间，你毋知有当作是要紧的代志，还是都普通一般呢？当然应该整体的像最近有通过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嘛，是。这以后啊讲有以台语文为主的电视广播，我想这会改变足大。阮咧台中做法是安尼，阮嘛有迄个所谓的即个台语文的课程，阮有咧应该有规定啦，吼，就是讲母语啦，当然母语大部分是台语文较济，有入去学校内底，阮会去甲辅导，嘛有足侪遮的真济活动，甲一寡迄个奖励，办法。比如讲，阮有办即个世界母语伫台中，嘛有即个公孙啊故事会啦，母语的讲座啦，等等。过来，比如阮有去讲迄个讲诗诶，诗说台中，用诗讲台中的故事，因为迄个真个古文拢足水诶嘛，即种诶活动，阮有甲变做迄个讲算讲。一寡个册啦吼，入去校园内底吼，阮甚至有即个咧做迄个校长的迄个考试吼，本土语言的即个认证吼，是有算分数。这我是感觉足好的办法。就是为校长甲老师吼入去吼，因家己嘛都爱会晓啊。所以意思是讲，你要做校长，你上无你家己的母语，你爱认证。我感觉爱甲阮馆长建议，这是真好诶。加分啦，咱莫讲你若有即项，咱搁甲你加分，当然你就条件较好。当然，这嘛毋是讲干那会使讲台语啦，你若客家就客家，你若会通就是。讲到客家吼，阮即马台中市即个市立的幼儿园啦吼，因为咧客语吼，差不多是5成以上的人口咧讲的几个区啦。阮的为幼儿园吼，都是差不多是沉浸式的教育，是。迄个像当时啦，新社啊、石冈啊，迄个所在，阮嘛是讲鼓励即个就是讲公孙仔会讲故事，即志工，或者阿公阿嬷入来甲幼儿园结合，所以这是对市政府办的活动。就是我做市长了，才咧推动。是教育的还是文化的？
是教育处还是文化局？阮是幼儿园吼，幼儿园是教育局。教育局。嘿，当年咧客委区就是迄个客委会，阮台中市有客委会。客委会。所以台中较资源较济吧，照个比是相对来讲，差足济哦。直辖市是较有资源无毋对啦。所以阮是我个会记哩是，敢若学校的我想看。咱普通咧讲台语文吼，即台语的老师，其实拢足侪拢是用志愿老师，较无开正式的课。但是我听讲，敢若台中有开正式的记个名额出来是无？有任用正式的老师。对，阮当然无一定大校拢有啦吼，为的是算巡回，为的是算迄个专任的种，迄个属于迄个另外一个。加起来迄个名额啦，较重要，阮有颁布吼，几个迄个法令要点吼，一个是台中市本土教育教学资源中心的设置要点，嘛有一个台中市奖励本土语言认证考试吼，具有迄个教育人员的要点，嘛有一个哦。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奖励学生通过本土语言能力认证的实施的计划，所以阮是有几个迄个办法，正式的办法有咧杀，这都有这个规定吼，佮有鼓励，佮办活动安尼。恁敢有甲评估过讲恁安尼想讲安尼迄个效率有偌好？有啊，比如阮台中市有一个团体，有一个迄个。或者维他路吼，即间公司哦，在台中诶。嘿，因就拢会办，每一年拢会有国小组、国中组、高中组，迄搭水果，嘛有外国人有无？伊办足侪年啊呢，这真侪咱诶学校，咱也有咧教吼，就鼓励因组班啦。是。去遐搭水果，讲故事。因敢若安那拢办足大啊。办足大。因诶奖金足悬诶款，对，敢若几万块了。袂少，我详细我无了解。公司可能足大诶。维他路的你看书跑啦，加什么御茶园啦，这种嘢啦，所以足好个呢。运动吼，比如咱台中市的健行啊，迄种的迄个慢跑啊，因嘛拢赞助。拢会赞助，是真好。阮遮是关怀，就是阮咧办，但是阮是无钱啦，无遐努力啦，阮只出钱尔吼。不过阮足认真啊办。阮是毋是用钱咧办诶，就是用足侪志工阮办活动逐个到处奖品，到处礼物安尼。我有印象，因为我做过行政院新闻局长，迄阵你都有咧推动啊，你应该做立委着啊。我有印象，你甲推动咧上这个就是你。我办到即满24档。哇！一年阮安尼得比迄一年哦，毋是当加落来，而是一年就千几个囡仔咧比。哇！敢若阮敢若办甲小学尔，幼稚园甲小学安尼就千几个人啊。哇！所以阮原来足欢喜，但是当然毋是讲安尼办着逐个拢会晓讲啦吼。但是总是一个推动，阮是甲当作是一个推动。效果是因囡仔逐个拢咧等即个比赛吼，就感觉讲吼，这就是足侪是因为安尼了引起因足大诶鼓舞，感觉讲较有自信吼，足欢喜安尼。其实像最近通过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互咱讲母语人较有自信。因为咱囡仔时拢知影嘛，因为你学校你拢讲国语吼，你会感觉讲敢若讲母语吼，歹势嘛。而且我讲政府都咧鼓励，当然对一寡家庭的改变。比如讲，阮咧客语的所在开始杀即个吼母语了后呢，阮就咧强调讲吼，咱的囡仔爱会晓甲阿公阿嬷讲母语，毋是爸爸妈妈尔。因咧阿公阿嬷为着讲，我看着讲囡仔去读册转来，会晓讲母语，欢喜甲伊感觉讲，本来是讲囡仔看袂起咱时代嘛，且个哇，等到伊还开始来讲故事，所以阮有一寡吼对即个所谓的达人。就讲每一个时代，伊拢有一寡伊的经验嘛，是讲伊的即个技术，要安怎来即个社区，咱的关怀据点，是长青学院，所以阮咧台中哦，有足侪区已经训练足侪，甲因的迄个因的生命史，甲写出来，因才可去做讲师。
哦，遮个人哦，感觉。就就有公营的安尼哦，规工拢会使去甲别人分享。是，特别是若一寡退休的人，伊其实伊也有足济气力会当通做工课。我感觉这来推动这是足好。我感觉对你遮，我听到一项，我感觉足要紧是，你讲校长需要就有认证，爱有个分享。我感这点足要紧。伊校长若有即个心事，结果出去。伊学校的推动对老师对老师个影响，囡仔个影响家庭，我感觉即个是足要紧。另外就是你头壳咧讲即个公马公孙会这，我感觉这嘛是足好诶代志吼。像这我感觉阮真欢喜，阮也无办公孙会咧。当然，阮嘛才开始啦吼，这当年主持咧开始，阮希望累积。即摆我看中央的政府的政策。较鼓励者啊！我感觉应该速度过来较紧。阮遮是有，譬如讲，阮关怀有合唱团，有剧团，有童军团，阮拢用台语的啦。所以迄天总统来是看讲，这细汉囡仔逐个拢穿童军衫，结果讲台语，伊嘛足欢喜的。然后讲安尼还蛮帅的哦。听讲你刚有甲讲伊来讲台语，可能会紧张一下。其实毋是迄天啊，一过去可能咱就会甲伊讲，台语是惊互伊无去，是咧来提醒安尼尔。若是讲其实迄一天我并无甲伊要求，伊咧讲笑的啦，吼，伊咧讲笑。另外就是讲。其实，咱所谓的台语文园区，就是讲伫即个范围，因为普通要期待逐个人讲，你袂当随时讲，你就爱讲台语。但是有一个台语文园区，上无这是台语的环境，你来就听台语的迄个音乐，互伊有即个足友善的讲台语的即个环境的是，即来加强来鼓励，并无啥物人敢甲总统跪着。是。伊咧讲笑啦，伊咧讲笑，嘛是表示甲咱支持讲讲台语安尼。听讲伊足认真咧讲哦，阮逐个足受着鼓励。迄天要甲逐个讲是，迄天足济官员，甚至搁较进前即个记者会是教育部的即个署长、副署长来。伊是迄个平湖人，伊足认真讲台语，但是迄个音甲调实在是因为，但是对遮听起来吼，我有足大感触。结果逐个甲伊拍破我拍个，就是讲你看伊袂晓讲袂来，伊毋是袂晓讲哦，就是足讲袂认得。所以就是甲讲哦，可见台语的迄个流失实在是严重咧，真正是个对即个足清楚的现场的，包括咱的部长级的嘛是有即款的情形，所以即个现象是有即个危机。第二点就是讲，其实无要紧，无人会笑，颠倒鼓励，颠倒拍破啊，就是讲咱看到即个现象，但是毋是去责备，毋是要讲要求，就是讲迄袂要紧，咱只加减讲。加讲就会顺嘛，你愈无讲，就是无去。你无讲，囡仔愈较袂听无，佮孙仔都拢无啊啦。是咧紧张即个部分。是，我嘛是足欢喜讲，阮两个囡仔吼，因会晓讲台语。是哦。因若转去台南嘛，吼，甲阮算因阿公啦吼，安尼用台语咧讲迄个画面就互人感觉足温暖。大家就爱。所以我会记哩，我捌甲副总统，咱的陈建仁副总统，甲伊咧讲即个台语的即个有即个危险嘛无的时阵，伊讲，有影呢，阮囡仔嘛袂晓讲咧。伊讲你若无提醒吼，我嘛袂记哩啊，无去注意。所以伫遮其实是一个提醒尔啦，吼。所以提醒了，大家若有要紧，这台语本来就是咱家己的基本的物啊。是。你家己若有自信，你家己有坚强，你的文化条例，你国际去发挥，你去学习，你才有你的自信。对。你要去拼势，你有迄个基本袂去放掉。你讲咱要逐项要来学外口的，结果要甲人拼，毋是？你若无特色，无自信，我想要成功嘛，毋是遐简单。是。伫遮，阮中华关今年是伫即今个年来，阮是推动叫做对家庭做起，叫做台语家庭。所以阮有一块来，阮有两块牌啊吼。
我讲哦，这写啥物哈？哦，阮兜讲台语。啊，搁一个。讲台语真欢喜，台语家庭。所以这吼，阮的意思就是讲，足简单的。啊，伫厝内，咱毋免讲去要求啥的，其实环境自然就好。是，环境最重要。厝内食饭啦，日常生活，着讲台语，也免着爱去特别去上课。自然的环境影响啊，有听有讲，啊，着自然就好。啊，有咧听着会晓讲啊，啊，无听着袂晓去啊。啊，所以上无爱安尼做就对啦。阮用今年吼，阮的副馆长吼。林明讲，迄咱上无爱推10000户家庭啦，吼，毋知影台中你想安那？你感觉安尼毋知会通啊袂通？我想这就好啊，会使来付，因为咱其实安尼，因为语言吼，又是生活了后，咱自然吼，你听你讲嘛。啊，因为咱咧学校读的物件较抽象，对，有一寡迄个，有一寡无法度用台语讲，是因为咱生活上无咧用迄种内容咧表达嘛，所以所以为生活上来讲吼是较自然。你若讲突然间就要去甲咧学校咧教的物件，用到台语你教起种硬，嘿种硬啦，啊，就大家排斥。啊，所以回到家庭语言，家庭的迄个语言一定是生活上自然的。啊嘛，毋免讲去用钱来请人来教，就自然厝内若有咧讲撩溜就熟啊嘛。对，哦，个省。啊，个自然，啊，个着环境着足方便的，所以这是阮今年想要推，啊，毋知隔壁是毋是咱做伙来推动？嗨，我来配合来推动。好，嘿，啊你敢若讲了2项尔吼，啊，着8点钟啊，不过足欢喜吼。咱先互电台讲一个广告者，啊，然后咱接续再去继续。是。哎。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庄先生换药喽！医生说你的脚伤恢复得不错，以后啊要注意安全哦。唉，这次因为公出赶着送客户东西，一个不小心走路摔伤。这次呢，你是以健保身份住院，如果是职灾的话，可以在期限内向医院或向劳保局申请退回带点的部分负担医疗费用，以及住院30天内膳食费的半数哦。那我要怎么申请啊？你可以在住院前或就医日起10天内补送劳保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健保卡及住院费用收据正本到医院。如果无法在期限内补送书单，也可在治疗当日或出院日起6个月内，或者有特殊原因的话，在5年内向劳保局申请退费哦。提醒您，职灾劳工以劳保身份就医，可减免部分负担医疗费用及住院30日内膳食费之半数；但如以健保身份就医，可向劳保局申请退费。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我是林庆台，目演出赛德克巴莱，因为食薰，我目得到心肌梗塞，为死亡的边仔行过，心脏嘛加了2支支架，身体白痛，互我了解。只有健康，才会当帮助搁较侪人。解分吧，做一个真英雄。二代解分，请卡免费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小珍，怎么啦？愁眉苦脸的。王大哥，我去借钱的公司倒闭了，公司还欠我1个月的津贴没给，我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工资垫偿吗？这个恐怕不行诶。依规定劳基法所称的劳工，也就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人，才可以申请垫偿。像是承揽契约与训练契约人员，例如技术生、养成工、见习生、建教合作班的学生，因为不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劳
劳工是不能申请电偿的哦。那还有哪些人不能申请啊？像事业单位负责人与事业单位间属于委任关系的人，例如公司董事、监察人及委任经理人，以及还没指定适用劳基法的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医师，都不能申请哦。了解了，我毕业后找工作时要谨慎地选择公司。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小米，老师讲要为爸爸常常做的代志，你为什么？你爸爸会晓煮饭？对啊，阮爸爸煮的甲妈妈煮的同款好食，阮逐工拢会斗阵做家内事呢。阮爸爸会晓洗碗、油头壳。阮爸爸嘛会晓洗衫，甲替妹妹换尿珠啊。那我甲爸爸嘛爱加油，回去厝斗阵做家内事。性别平等，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小妹啊，你是在看什么？爸，我在看彰化县政府长照服务2项全国首创工作的说明。什么是全国首创的服务啊？第一，辅具得来速，缩短简化申请辅具补助款的繁琐手续，购买辅具最快速。第二，药师到府服务，是由专业药师到家中亲自指导老人家用药。县政府真的很贴心呢。县府用心，我们放心。长照新服务，彰化有一套。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各位亲爱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真欢喜，今仔日足公营的吼，咱彰化县足公营的。顶礼拜安尼也有总统啊，秘书、总统府秘书长啊，也有咱的文化部长、教育部长拢来。今仔日吼，咱的台中市的市长吼林佳龙吼，即个安尼即摆安尼光亮亮，真个光亮亮的即个市长吼，来甲咱电台吼，头拄仔听着伊特别伊足有见解，伊讲伫校长的即个精选的中间，因就会去考虑讲，是毋是对本土的语言文化有咧要紧，这是基本的吼。所以对遮就看到，对迄个源头就有掌握到。我讲这是真正足有智慧的即个市长吼。我想讲，头拄咱前半段用遮尔侪时间咧讲着咱的本土的，但是这毋是全部啦。这是干那，这是基本，但是这无法度通照顾所有全部。所以市长，你即摆目前伫你的目周情中间，你即摆有倒一项大代志？你即摆现主是长咧推的无？当然对台中来讲，即摆上重要就是花博，因为咱11月3号要开馆，明年4月底结束，这经刚有半年时间哦。这个花博是有60公顷。分做3个区，咧后里、外埔甲丰原。这大呢！有6个政府起的馆，迄拢是足大的迄个展览馆甲温室嘛。嘛有企业参与的6个馆。所以这是对咱台湾的即个花卉，园艺农业迄个发展足重要的一个，算讲世界第1级的即个花博。阮嘛是有结合，比如讲咱中部的管市，因为咱台湾的花差不多以中部为主，比如讲咱中华嘛有产尾嘛，是。台中你来看，几种花拢是全台湾第一的，包括文心兰、百合、火鹤、剑兰，遮拢是。台南当然是迄个蝴蝶兰。兰花。嘿，所以中部为主的这个花卉产业咱结合这个花博推动出来，其实咱是要改造台中市变成一个花园城市。所以，阮有透过足侪结合，就是讲花园城市的设计的这个展览内底。所以，你是伫对迄个展场所在，逐个迄60公顷内面的即个展览，我荷兰的拢迄嘛是拢足大吼。对，荷兰的因每10年办一个世界上
馆级的这个花博，啊是讲迄个园艺的迄个博览会拢。啊，但是台湾我毋捌听着有遮大咧，啊，佫遐尼久，咱过去台北办过，但台北办的迄阵啊，因无迄个花卉产业，啊，因嘛无遐永久馆，对，好啊，所以办起来。有人会叫是台中的花博馆，梦想馆。啊，其实台中的花博是台湾第一届办，算讲国际认定上关级的迄个花博。因为包括阮中华馆办的嘛，无遐久，啊嘛无遐大。是。啊嘛是拢有啦吼，各种的讲法拢有，不过听起来是足大条的代志哦。伊总伊算是80外亿。80外亿啊，比台北的较无遐济哦。中台北较济。是啊，台北较济。但是咱开较少，但是呢，咱规个迄个展览，即马国际是甲咱认定这是世界第一级的。哦。啊，咱办了，明年哦，换北京伊会接落去办。哦，安尼。啊，即种的级数的花博是一年应该啦会使统一一个城市办。所以这个包括咱嘛有国际庭园。小等，你讲因会接受一个国家呢？这意思是倒位咧接受？2018年的是台中为主。不，这什么人决定？这是什么人？这是叫做 AIPH， 叫做国际园艺者协会。所以是国际的一个对园艺的行业的一个。因同意咱办授权，啊嘛爱符合因的标准。啊，所以人别国才有可能来，啊，若无干那你家己咧办的，无算。啊，比如讲，咱即摆有30个国外的城市甲国家。会来展览，啊，这毋是讲因袂得来哦，伊要经过因迄个 AIPH 这个组织评分，你有一个水准，啊，所以比如讲，咱即马亲像荷兰，吼，伊的迄个世界花卉拍卖市场叫做阿米尔，这个城市都是展览区，在咱台中花博。哦，是。啊，比如讲法国，吼，法国有2个城市会来办，一个南特市，啊，一个圣波多里奥市，吼，啊，比如讲日本。日本呢有这个名古屋，韩国有光阳市。所以安尼意思是讲，咱毋免来荷兰看啦，毋免来日本看。因会甲上好的展览在咱台中。所以咱来即个，若安尼讲吼，我看一日嘛看袂了吼。一般爱2天才看会了。2天才看会了。啊，咱即摆除了国际庭园吼，有30个国家城市来办以外，咱国内有8个馆区，嘛有展览区，包括中华馆。阮中华的园艺是算上台湾内底算数一数二，嘿，所以是阮是真有骄傲的哦。所以阮会拍算吼，你半年来有，比如以中华有一礼拜是彰化周，啊，就以中华做主题，比如中华的即个花卉、园艺、农业以外，比如中华的文化表演，中华的一寡农特产，啊，就来倾销，迄礼拜来专门来结合中华。啊，变婚礼嘛有，台南嘛有。哦，安尼好，安尼，我想这你敢会当将这个时间啊，甲地点，还是这个情形，差不多安那好。但即马就先大概先等下啊咧。预购票啊，因为估计有800万人，你半年来看嘛，吼。那即马已经有咧卖票啊，好，即马早鸟票较俗。是哦。啊。这个是11月3号正式开幕。开幕11月3号。啊，是明年4月24号啊闭幕。哦，这真长呢，但是这花有诶有诶时阵，即个月开，后个月就无诶啊。啊，你安尼要哪开法？阮毋是讲水水的花海哦。比如讲，我甲你讲，有结合这个兰蕨共生的馆，咱是兰花王国，咱蕨类嘛是最丰富。是。啊，所以即摆咱用一个生物多样性。来回答这个问题，那种达尔文啊，咧100多年前伊研究这个物种，伊发现讲伊无法度解释就是兰花。一般来讲，这个物种是有相似性，你看兰花每一品种拢无共。好，那有种的构造伊无法度解释，啊，咱即摆透过基因排序，就甲兰花的这个吼，伊的这个基因的条件，都展览。哦，啊，这是结合科技，好，啊，蕨类是。咱地球上最早有的植物啊，台湾是种类最多。啊，这边它结合成一个展览馆的主题，类似，所以一起是具有这个今年科技、文化跟教育的意义整合的一个亮点。每一个展出，大家都会可能从来没看过
的方式去呈现。我感觉伫即个历程中，咱会知影过去咧想讲种花这个农呢，结果即摆知影是科技呢，是生物跟科技。阮有智慧农业哦，阮有结合农委会所有的种苗繁殖、改良啊，包括伊的生产，迄个过程内底，伊是安怎用自动化，伊要用大数据，这所有的这种智慧农业哦，嘛是咱的主题呢。比如讲濒临绝种的物种。咱要保育世界所有的濒临绝种的这个某一些兰花种子，所以咱我咧讲语言，咧行迄个濒临绝种的紧去救，这花，你敢若花嘛是共款有迄个去款的生命的迄个历程吼。对，咱比如讲，咱会帮忙所有东南亚的国家，因只要申请濒临绝种的这种兰花原生的种的，咱才会当斗救。咱有即个迄个咧屏东有一个迄个咱的迄个。算一个孤人卓云的迄个一个中心，因长期拢咧做迄个保种，去算讲诺亚方舟，甲世界咧濒临绝种的一寡原生种保留。你知影台湾的兰花遐尼济，其实伊的原生种只有2种，一直繁衍甲改良出来。你讲是毋是迄咱迄什么阿嬷，台湾阿嬷还是无？敢若是其中一个。阿嬷，我这阿嬷真水，这细细蕊啊，白足白吼。你看咱即摆甲东南亚所有吼，因遮濒临绝种，咱可以来申请，咱会一个补助，来建立，咱台中市阁申请到后年世界兰花会议，安尼3年的计划，咱台湾人就替全世界保有了濒临绝种的兰花原生种。而且个拢会收藏咧咱台湾，所以这种意义就毋是讲花花草草吼，敢若水尔，伊背后的迄种的价值观，所以咱的花博或做聆听花开的声音，讲咱要去听到讲咱办花博背后要传达的讯息，咱是叫做花线 GNP， 花博的花嘛，发现的线，GNP 是 Green Nature 跟 People。就是绿色生产、自然生态跟人文生活，所以咱这个花博所展示的是咱台湾人认为，一个永续发展的理念，要按怎咧一个展览来呈现。我感觉这个艺术就好的吼，就是讲，毋是干那咧看花啊、水啊，安尼尔，迄后壁的意义，所以这嘛是得透过。就用亲像安尼市长安尼，就先安尼讲，而且直直讲嘛，毋是讲一遍尔会到吼，直直讲，互搁较侪人知影即个艺术。结果到我咱咧展览的时阵，就已经有相当侪人有即个概念，然后搁直直传，永远都袂去互无去，就迄个观念就产生起。因为我感觉即马咱有足侪代志拢是。无迄个观念，所以结果就是看迄个表面，表面也无啥，就无去啊。这是足无彩。我感觉市长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好，非常好。所以阮原来欢喜，一定认真来斗宣传、斗广告。做伙来参加一定爱来看。阮会有。我伊互恁讲我即摆就想要来看。嘛有迄个，你会使多次入场的票。是哦。你半年来，你有闲你就去行咧。我看一遍是绝对看袂了，我会真的直觉的感觉讲一遍。阮的3个展览区，60公顷，你甲想看卖有30个国外的馆，咱台湾的嘛是上好的，所以一定是阮鼓励是要过夜，还是讲要2天，迄3个馆。阮拢有接驳车啦，一定是一天是看袂了。是我即摆想起做60公顷免哪看，无可能。而且佫遐尼侪水的物啊，咱毋免佫去外国，逐国来搬来咱遮，要去倒洗嘛洗无，这是机会难得。所以一定所有的人，逐个人拢爱好好把握。而且时间遐尼久嘛，对于今年11月到明年4月，虽然讲足久吼。毋过原来是爱紧来去，因为咱想阿袂到尾就到尾啊，就袂赴啊。是，时间有迄个经验，确实是安尼。好，除去花博以外，我想你毋领敢若这趟展呢吼。够啥？还够啥？其实台中市这几年吼，会办几个大型活动，拢会做城市改造，办花博变花园城市。过来咱明年要办一个吼。8月份啦，这边青年的运动会，就是过去的东亚运动会。即马上要一届，这个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甲改做东亚青年运动会。第1届
即个就是东亚的吼，就是要互台中办。啊，咱呢即马就是你看高雄办过世界运动会，台北办过世界大学运动会，但伊迄拢是奥运即个体系的活动，伊拢是奥运外。啊，咱是唯一台湾第一个申请的奥会即个组织的授权的认可的，对。啊，原来迄都是奥运外的。嘿，啊，所以比如讲，咱有14种的即个比赛，啊嘛上百种的项目。咱无因亲像4大运甲世运较济，但是因为伊9个国家甲地区尔嘛，就咱嘛吼，啊日本啦、南北韩啦、蒙古啦、美国啦，吼啊香港、澳门甲中国，啊但是这是算咱台湾第一届办。那阮即摆台中的一寡展览，一寡迄个比赛运动的遐个馆嘛，拢起甲差不多。吼，阮拢用迄个奥运的比赛水准咧起。啊，有一寡馆呢，阮办咧中华甲南投嘛。世界冠军来啊！哈，就是迄个5人制的足球赛吼，是咧中华的即个场地，啊，迄个蜻蜓吼，就是顾船啊迄种的迄个比赛吼，是咧南投日月潭。哦，遐都上水啊！对对，啊，就透过办即个东亚运吼，还是东亚青奥啦吼，咱会甲运动的这个场馆，它人才培育都建立起来。这嘛算这1、2年来，在台中大概2大活动，就是花博甲东亚青奥。所以你对于，我嘛知影讲，恁一方面咧办即个运动会，但是我会记得敢若有看到报道讲，恁有说什么国民运动中心啊，敢若几10个咧是无？阮有9个，啊，即马有6个是中央有补助，因为啥？中央有补助一半。啊，最近起好，大家看到，比如你若经过阮即个764个快速道路啦吼，还是中山高速公路遐，你会看到阮草马国民运动中心。啊，真水嘛吼，啊，伊迄是爱交一点仔钱啦，比如50块去，会使去运动游泳啊，即个什么即个羽毛球还是韵律吼，等差不多6项是必备。啊，另外可能会针对迄个馆有一寡加入来项目，所以咧草马国民运动中心伊迄个羽球场是奥运水准比赛的羽球场，为了北区国民运动中心的游泳池，包括迄个跳水是奥运标准。好啊，所以我嘛，你有普通运动也有通跳水哦。嘿，因为拢差不多3到6米高的，迄个。啊，所以这买当做训练所在啦。对，所以啊，改比如台湾，咱若要办亚运，嘛唔免去电话。就些物件拢在做基础，啊，咱中部就会使办，吼，啊，当然高雄也是台北，啊，慢慢好即个运动设施吼，就讲北中南拢较齐全的。我感觉即摆逐个即有即个风气，敢若愈特别是少年的吼，因真正原来会晓顾生命吼。去运动中心会晓啊吼。即老辈是袂晓，你运动是要有一寡设备吼，你较袂受伤，啊嘛较有法度达到迄个运动的效果。老辈是敢若了不起会晓来行路来太极拳，就算足好的啊吼。啊，即摆即个会晓用运动中心咧，伊看起来是感觉即摆是足流行的。其实运动即摆结合大数据，也是在做健康管理咧。啊，你买在做迄个比赛咧，所以即摆有即个合作什么虚实整合，我们 AR VR，其实像我即个去韩国去跟射击中心嘛，吼，你会使实地射击迄种飞靶，但是实际上你咧耍的迄种游戏啊，飞靶甲迄是有虚拟一样，有虚拟，然后它达到的练习效果，你有甲咧训练迄个使飞轮机的人，你咧一个迄个情境训练了，实际上就是安尼。啊，这种运动吼，你咧室内，但是你的运动量会很大。嘛是有。啊，这种就是讲个人行路、跑步都无法度达到迄种效果。所以实在是有咧进步，社会有咧进步。老岁仔就已经感觉要对袂着安尼吼。不过真欢喜，就是讲咱市长看起来是会当就百姓的需要，百姓的即个健康，百姓的即个视觉的即个。享受提升咱的迄个品味吼，生活的迄个水准，我想这拢是足要紧的吼。特别我感觉特别爱甲你特别多谢，就是讲，当然这嘛是阮足计较啊，就是对本土的语言的文化的。我来过来加强努力。对啊，这已经足多谢恁，伊还佫会当有
开即个老师专门的老师的即个，这是即摆差不多少子化吼，啊要聘老师，敢若迄个名额就有限，敢毋是？因为台中市人口搁咧增加，阮一年增加一两万人啊。哦，迄是恁硬工吸去的，好。一半时间吸来。恁毋是家己生啦，恁家己无生遐济啦。中华甲南投贡献上济。恁拢甲阮吸去安尼吼。有啦，有差不多4成是家己生啦，6成是搬入来啦。毋过管我啦，我是想讲，大家做伙努力。毋管咱嘛真爱台中市继续发展时做辉煌的城市，嘛是国际的城市。共款，我嘛希望中华县也是虽然是较庄较型，但是阮嘛有阮的特色啦，吼，有阮的绿能，有阮的阳光的即个发电吼。我想，即个大概是阮的。中华嘛足好的啊。是啊，即个农产吼，事实上，阮嘛足骄傲，阮有足好的品质，所以。啊，恁嘛鹿港上天后宫这上好的历史的文化。啊，所以不要紧，就是讲，大家拢知影通重视来尊重，会晓珍惜家己的福气。其实一个消息是，咱即摆捷运绿线吼，你看咱台中市已经起要好啊嘛，文心路到迄个乌日迄个高铁站。啊，即摆中央已经支持要延伸到中华。是。啊，我想这是两面嘛吼，方便了来的人买济，去的人买济，啊，都无一定要搬入去台中市来。是。所以捷运串联即摆是甲中华市，啊，有规划未来嘛有可能甲鹿港。鹿港哈。啊，这个其实作为一个生活圈哈，对中华发展应该蛮带动起来哦。我是特别感觉对台北市。你看到捷运的发展，结果大家迄个水准拢提升，足自然就家己排队，足自然就毋敢黑白等面啊，啥，逐项拢足规矩。其实无人咧讲呢，但是足自然，就是安尼尔。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台中市来带动台中即个中部的即个区域，然后四边各有它的特色，但是各会当有发展，我看这是大家人拢赢。大家都一起赢啊！所以伫遮，阮有对市长有足侪期待，嘛期待甲阮的县长会当真好的合作，啊，会当带动咱中部，会当带动咱台湾人，大家做伙努力，做伙拼势。祝福你！好，感谢你啊！谢谢，多谢。除了创作力惊人，更在今年入围了台湾第26届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项，歌唱实力也征服了评审团。掌声有请大马天才鬼才黄明志。南无阿弥陀佛，哈利路亚保佑我，就算大风大雨大起大落我都能度过。南无阿弥陀佛，圣母亚瑟都爱我，急急如律令呀，大显神威，斩妖又除魔。师傅说我今年犯太岁，到庙里压一压。同学说我家里沙很大，把香炉擦一擦。星座说我本月运势烂，闯黄蛇打一打。塔罗牌、紫微斗数都说我衰到爆炸。搭飞机飞到马卡，快救救我吧阿拉！从青藏铁路一路赶到。咱今摆所收听的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小米，老师讲要为爸爸常常做的代志，你为什么？哈，你爸爸要煮饭？对啊，阮爸爸煮的跟妈妈煮的同款好食，阮逐工都会斗阵做工来孙呢。阮爸爸会晓洗碗、油头壳，阮爸爸嘛会晓洗衫，甲替妹妹换尿珠啊。安那我甲爸爸嘛爱加油，回去厝斗阵做工来孙。性别平等，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5月是充满爱甲感恩的月份，每一个囡仔拢是妈妈甜蜜的负担。在囡仔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拄到什么困难，妈妈总是陪伴咱的身边。母亲节要到啊，爱记你回厝，甲妈妈揽一下。